嘿，各位香港街坊，有冇俾我嚇一跳啊？我都俾呢個小區嚇咗一跳啊！而家單價只需要5000蚊啊，總價40零萬啊，竟然可以攞低我身後呢一個由珠海國企華化開發嘅樓盤啊！你睇成個小區環境幾靚，啲樓間距你睇闊到，而且樓下嘅話就我哋中港巴士啊，返香港嘅話真係超方便啊！同埋我哋門前嘅一個商業街已經全部開業晒啦，有咖啡廳啦，有餐廳啦，反正一句講晒，衣食住行嘅話全部搞掂晒啦，同埋有開咗一間華潤萬家超市啊！平時嘅話行街 shopping 亦都非常之方便啦。如果想稍為去遠少少嘅地方消費呢，可以去返我哋10分鐘左右去到嘅順昌1+1啦，大潤發超市噶。如果再遠少少呢，可以去返我哋嘅 Sam's Club 啦，同埋一個華發商都嘅。反正嘅話，地段係非常之靚噶啦，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啦。咁靚嘅單位，跟住我上去睇下示範單位先。欣賞完我哋咁靚嘅示範單位，係咪非常之中意呢？我哋呢度真係非常之適合我哋香港嘅街坊返嚟度假啦，或者養老嘅。首先佢嘅總價唔高啦，先40零萬可以買到3房喎。加上咧呢度交通亦都非常方便啦，自己揸車去港珠澳大橋25分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喎。揸車返香港1個鐘頭都唔使啊，或者坐我哋門口嘅一個中港巴士啦，亦都非常之方便㗎嚇。嗱，呢套單位呢，就總價40零萬嘅啫，首期嘅話只需要幾萬蚊，你就可以上車啦。咁盡快 WhatsApp 阿 Sam 啦。